北部都會區係香港未來發展嘅重頭戲。施政報告提到發展北都嘅概念，你又識幾多？我用分半鐘簡單講下。首先，北都嘅土地招標會使用雙信封制，即係你投標時要交兩個信封，一個放你嘅報價，另一個放你嘅計劃書。政府唔單睇價錢高低，仲會揀對香港未來最有貢獻嘅方案。另外，北都借鑑內地1.5級開發嘅概念，以前一幅地要開發規劃同起樓要等好多年，但而家政府容許你先起啲零售、娛樂或者展覽項目吸引人流，等企業快啲進駐。呢個係介乎政府主導同全權俾發展商之間嘅模式，所以叫1.5級開發。批地方面，政府可能用限制性招標或者直接批地。限制性招標好似選拔賽，專揾一啲有高科技、有實力嘅公司嚟競爭。直接批地就似挖角，如果有間企業真係好掂，政府會直接俾地俾佢，慳時間，快速推動經濟發展。另外，政府會用按實補價方式減低發展商嘅資金壓力。以前一幅地可以起10層樓，你就算自起2層都要一次過俾晒10層嘅地價。而家政府話你起幾多俾幾多地價，之後再起再補，發展商資金靈活啲，項目就可以快啲動工。最後，政府會設法定園區公司，好似超級經紀人，幫企業揾地、揾資金，甚至度身訂造方案。佢哋目標係用最快、最靈活嘅方式，吸引全球最頂尖嘅企業嚟香港。呢啲就係北都嘅大計，咁多新概念都唔係好難理解啫。